香港機場引入無人駕駛巴士喺禁區嗰度接載員工，咁計劃去到出年就可以接載旅客。歡迎乘搭無人駕駛巴士。過隧道，進出迴旋處。就算冇司機，佢亦都應付自如。呢一架單層無人駕駛巴士可以搭載14個乘客，車頂同車身裝有6個雷達、4個鏡頭同埋感應器。如果前方有人或者其他障礙物，會自動響安並且剎停，最遠可以偵測到30米外。咁我哋一路調校緊呢，係不同地方呢係有不同嘅偵測嘅距離嘅。如果你喺個迴旋處，你話要偵測幾十米，咁你一世都可能出唔得到個路口。如果個偵測距離太近嘅話，有咩唔好處咧？就嗰個你叫 hard brake，佢要好快停車啊嘛。咁咧，所以就令到咧就坐得冇咁舒服嘅。佢話已經完成咗1000次測試，並且開始喺禁區內以固定路線接載員工，計劃出年起接載旅客往來機場、港珠澳大橋口岸同埋航天城，最高時速35公里，充電個半鐘就可以行200公里。咁好似巴士線咁樣喺一個固定路線，咁佢點樣做咧？我哋去通過全球衛星定位啦，佢知道佢應該行喺邊個位置啦。咁呢個亦都通過佢嘅影像咧，佢一路咧，佢哋叫做咗 mapping，佢知呢條路線咧應該見到啲乜嘢。如果同原本嘅規劃係出入嘅話咧，佢會自動停駛嘅。咁啊，飛機大家都見你側邊經過啦，咁呢個大家唔使擔心。所以點解咧？我哋經過差唔多咧由無人拖車開始4年嘅測試咧，到現在咧都係非常安全嘅。架車仍然保留司機位，咁除咗由司機進行前期測試之外，亦都以防有突發情況嘅時候，會由人手即時控制架車。運作嘅頭半年，車上會有1個安全員提醒乘客扣安全帶同埋行車嘅時候切勿站立等嘅安全事項。無線電視記者黎慧儀報道。